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武汉肺炎伫中国搁再看开咯，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各一级城市广州甲深圳拢是封闭式管理。邮轮全球公主号，搁增加66位感染者，已经有136人受到感染。伫顶头的台湾人也呼吁政府爱来甲因接。中国的军机在今日搁来涉台湾，甚至飞过海峡中线。蔡英文也强调讲，中国爱处理疫情，军机的行为是无意义的。武汉肺炎伫中国搁再摊开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受到采用。虽然有真侪人伫2月7日登到北京上班，不过为着疫情设想，透早也随宣布北京要进行封闭式管理，上海也对你施行。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各一级城市广州加深圳拢是封闭式管理。预计近2日日均到达北京旅客将在16万人左右。北京2月7日复工，真侪人陆续登去北京。不过，即马当地防疫的关键时阵，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会严格来进行社区封闭式管理。若出入主体社区爱检查，入来北京的人员嘛爱登记，甲确诊病例接触的人爱集中管理，嘛要管理出租的厝，伫咧公共场所爱挂喙安，莫参加群组活动。所以来上海嘛对咧做。全市1.3万个居民住宅小区，绝大部分已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对体温异常的，则按照既定的全链条处置机制，及时报告，及时移送。是否继续采取这种措施，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由地方党委政府作出决定。我就比如北京最近为了应付大量的外来人口要复工的这个情况，北京就发布了10条疫情管控的通告。中国的政治重点北京，经济大城上海，佮加上进前宣布的天津、重庆，中国4大直辖市，佮有1级城市广州、深圳，全部拢是封闭式管理。敢会出现全中国封闭式管理的状况？中国国务院伫咧下晡的记者会面顶强调讲，看所在来决定。不过嘛，互人烦恼讲，抑佮留伫咧中国的台湾民众，因的健康状况。所有的学校全部都通令他们等通知再回去。所以他们都没有回去，都在台湾。我这边收到的信息，包含在北京过年的台湾青年，目前都是没有症状的这个问题。伫咧北京宣布封闭式管理进前，就那像已经是一座空城，主要车道面顶拢看无车，公车站嘛拢无人，地铁嘛是共款，百货商场无啥物人开店做生意，敢若防疫人员伫咧做消毒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也宣布讲，对明仔载饭店开始，除了商务旅游、跨国际性的企业内部调动，搁再摕到台湾居留证的配偶以及到未成年的囝儿逝世以外，其他港澳人士拢暂时莫来台湾。另外，伫国内也出现头一个无出现症头的感染者，指挥中心在今日也宣布讲，对今日开始，若甲这个确诊病例带做伙的人，也拢爱做伙检验。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港澳地区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的风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拄在0:00分开始，港务人士除了商务旅游、下国企业内部调动，已经摕到台湾居留证的配偶甲未成年的囝儿以外，其他拢暂缓来台湾，也就是讲港澳居民甲学生暂时拢禁止来台湾。包括了港澳学生也暂缓来台，所有获准来台的一律要进行居家检疫14天哦。指挥中心表示，伫咧台湾读册港澳学生有1,844个人，已经伫台湾的有2,872个人。未入境的有7,972个人受到影响，教育部会启动安心就学的措施，协助学生春秋收业完成学业。另外，国内第18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台湾第1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指挥中心嘛宣布，拄即马开始会针对确诊个案共同生活的人，譬如讲是住做伙厝内的人，拢爱进行采检。专家的会议的初步的一个结论是说，针对这个家人，就是所谓的无症状的接触者，尤其是家人部分，那我们现在会有机制来加强采检。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无新增加确诊的个案，若是进前确诊个案密切的接触者有475个人，监测期已经满，下
会当解除列管。若是台湾嘛会积极来争取参加 WHO 新型冠状病毒试验专家会议。这届会议的重点伫咧新药啊疫苗的技术研发等等议题。台湾可能会用台北名义来参加，提交的专家名单嘛全部拢甲新药啊甲疫苗的发展有关系。专家甲 WHO 嘛有签保密协议，所以会议的过程未公开，无情评估用实行会议参加的机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假消息是台湾是有影真济，收到资料的民众千万着爱自觉。最近卫生纸大家也3钱要抢，是因为网友伫咧乱讲喙暗甲棉仔纸的原料是相共的，建议民众爱囤货。刑事局伫车口也通知3位嫌疑人到案来说明。初步调查，其中是佫一个是卫生用品的经销商，也继续伫咧追查其他乱传的人。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咧拖，最近伫咧大卖场，民众是抢咧买卫生纸，就因为最近有网友伫咧面册谣言讲，制作喙暗抑个卫生纸的原料相共，因应喙暗的生产，卫生纸抑个流珠啊会欠货，引发民众心惊惊。刑事局追查了后，伫咧车口已经通知涉嫌伫咧面册甲赖群组大假消息，2个姓陈的查某人，抑个一个姓廖的查某到案说明。3名民众未经查证时转贴、散布、制造不实的讯息到脸书以及赖的群组。根据我们了解的来讲他们都有一定的类似商品贩售的一些背景。3个人拢涉及有销售行业的背景，警方也查出其中一个人佫是卫生用品的承销商。针对卫生纸欠货不实的消息，检调也掌握6个网友的名册，也有1间贸易商的资料。最近也会约谈因，而且会针对民生物资欠货这种假消息展开调查，防止有人调工影响民生经济。卫生纸现在的供需都是非常的正常而且充裕因为外面有一些谣言或是故意造谣生事我也要求我们台高检署要求这个地检署。他们要启动查缉民生犯罪的平台。总统蔡英文也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咧面册答文，说明喙暗的原料是不织布，卫生纸的原料是纸浆，强调生产的原料无共也无欠，爱民众唔好囤。刑事局也提醒民众，散布谣言影响公共安宁的人，会去互依照社会特殊危害法第63条规定，处3天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币3万块以下的罚金。记者阿敏警长随陈崇伟台北报道。中国伫本地在今仔日要宣布开工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伫中国有4个省封城，尚无有80个城市进行封闭式的管理。真侪台商甲台湾的干部也讲，开工的日期是迁到2月底。不过伫疫情无遐严重的所在，也在今仔日初10开工本来是2月10号复工，疫情的关系，公司评估后是延至2月25号复工。半导体制造业台籍干部自农历年前回来台湾了后，就一直休假中。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公司决定延到2月下旬，搁看情况开工。部分台商表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措施，只会当延后开工。他现在复工必须要经过申请，要经过检查合格啦。那检查的项目很多啦，包括你有没有足够的口罩啦。包括你吃饭的地方是不是宽敞等等啦。不过也是有部分台商无受影响，2月初10如期开工。被动元件大厂国巨得到大陆主管机关核准，苏州厂、东莞厂初10确定复工，另外台积电、南京厂也如期复工。至于鸿海集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同意伫电厂厂复工，清水厂由原咧争取复工。另外宣布延后复工的台资企业大约有175间，而且也会继续增加。台积电大陆晶圆厂的部分都按照原定计划，配合中国政府防疫的法规与今日复工。我们也会继续以防疫安全为优先考量，持续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发展。延后复工恐惊会冲击中国经济，甚至电子业恐惊会引起断链危机。台湾经济成长率也会受到影响。不过，产业分析师认为，部分电子业只要分散产能，也是会当降低冲击。其中就民航业可能会有转端效应，营收将会反向成长。2018、2019年是亏损的情况，因为中国产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其实第2季就有可能只亏为盈的一个情况。运动赛事即将举办，所以他们需求又是比较急迫，转单反而会比较明显。
受延后河港利空冲击，台积电小半5角，收伫327.5块；鸿海股价收伫82块半9角。都惊出现断链危机，经济部刚结局表示，已经开始调查大厂伫中国河港的情况甲影响的程度。强调目前也咧收集会证资料，上紧这礼拜就会完成评估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两花直飞航班对今仔日开始，干那剩4个城市5个航点。若准中国北京、上海用到封闭式的管理，航点有可能会继续减。观光业者也烦恼讲，疫情会愈来愈严重，会影响到因的业绩，也打算讲要开始放无薪假。花莲市专门伫卖冰山的中华路面顶，甲因过比起来人是减真济。业者讲过年了后，就明显会当感受到大家因为疫情无要出门，当地旅游业者共款是受到真大的冲击。除了无中国旅客，拄台湾亚来团体旅客嘛拢取消。饭店嘛煞犹太希望争取28年假的散客。担心吗？当然会担心一点吧。当然去人多的时候还是会戴口罩，然后洗手这样。我们所取消的大部分都是团体，然后港澳团。那另外，我们虽然取消的是港澳团体，但是我们的散客都会持续在增加。受到国际疫情的影响，其后500多个员工的希望旅行社，第礼拜5开内部会议讨论，初步估计暂时无法度出团中国，还有邮轮无法度靠港，旅客取消订单，损失已经要到正亿。万不疫情若是继续去影响订单，无排除甲员工协调来休无薪水的防疫假。不过目前还未正式启动，先鼓励员工休特休假。那我们大概来讲的话，就是鼓励同仁利用这段时间譬如说相关的大陆线，因为他本身的工作也比较少嘛，那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休息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年度的特休假。航空产业嘛受到冲击，两岸伫航线70开始，敢若保留四大主要城市的5个机场，用70来举例，甲原本的班表比起来，促销要70%。对中国疫情伫拖，北京、上海嘛采取封闭式管理，促销的航班数量可能会增加。2月份还有到4月底的状况怎么样？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因为还要看疫情的影响的情形。我们也期待说他不要去裁员，我们就是鼓励说，好，如果你不放无薪假。好，我们呢来协助你。交通部长林佳龙接受网络媒体专访的时阵讲，目前纾困方案已经有进展，用旅行社来举例，若是业者无裁员，政府会补助教育训练，伫这段过渡的时间协助转型，和旅行社的员工有代志通做。不过补助的时间甲疫情的发展有关系，涉嫌的层面是正宽。爱等待行政院这礼拜会议了后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邮轮船只公主号疫情是愈来愈严重，伫7日下晡，佫增加66位武汉肺炎的感染者，规个邮轮已经有136人受到感染。日本政府也当咧拍算讲，就算隔离14天了后，要伫咧落船进前，全部的人佫要检查一摆，确保安全。讲到这台邮轮船只公主号顶头，也是有不少台湾人。伫咧顶头已经2礼拜的台湾魔术师陈日升，下晡也伫面册讨救兵，呼吁台湾政府爱甲船顶的20多个台湾人接登去。疾管署在今仔日的记者会也回应讲，目前台湾正咧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免疫力太差，然后比较紧张，没休息好，所以最近这个病毒就发作了。有点严重哦，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讲话听起来真喜，嘴角出现疱疹。放掉伫咧邮轮船只公主号去互隔离的台湾魔术师陈日升，找到伫咧面册直播最近的状况，而且讲家己已经出现咳嗽，无发烧，毋过船顶医疗人员无够，规定有发烧才会当体检。你看我有点哑了，我咳到有点哑，但是因为现在船上规定说，一定要发烧才能去检查，这是一场精神跟肉体长期的战役。陈日升爱大家毋通袂记咧船顶也有20多个台湾人，嘛伫咧7日下晡新增加文章，请求政府斗3天甲船顶的台湾旅客接登去台湾隔离检验，人数无济，袂占用伤济医疗资源，毋通拖甲真正袂赴。消息传登的台湾，疾管署伫咧下晡的记者会嘛有做回应。我们也会在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啦，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透过这个我们在日本的这个驻日本的代表处，那持续跟日方在联系。我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在地，
在地，不需要说把这些可能有病的人的情况下，不断的在移动。卫福部表示，刷电当会增加防疫的困难，会去看卖其他国家的做法。公主邮轮发出上新的声明，指出会遵守日本复兴省的离准方案，因为新增加的染病个案，拢是伫咧隔离进前感染的，除非有其他无法度预计状况来发生，若无所有人员拢会伫船顶隔离到2月19，还有超过1礼拜的隔离时间。对乘客甲对家属来讲，每一分每一秒拢是拖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政治消息。中国的解放军伫咧昨搁用军机射台湾，国台办讲是要警告台独，想袂到在今仔日搁飞过来，甚至有飞超过海峡中线，咱的国军也甲因随来驱离。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国军有伫咧监控，请民众放心。也认为讲武汉肺炎当咧严重，中国无应该有即个用代志来做即寡代志，应该爱处理的是治疗疫情，在即个时间点做军事动作是无意义的。武汉肺炎疫情摊开，中国解放军伫初九军机了台后，国台办随发出新闻稿，强调兵力战备顺航甲军机了台是为了警告台独，防止台美勾结，也苛刻民进党政府唔通损毁。结果24点钟来，中国解放军初10，佮派出轰6舰军机再度了台，也一度飞过海峡中线。中国的疫情也都是全世界关注的，而且他们要忙的事情确实也很多。在这个时候做这一些军事的动作啊，确实是没有这个意义，也没有这个必要。曾经的短暂的逾越了海峡中线，经过我空中侦巡机视确的应对并以拦截，实施广播驱离之后，随即就飞返海峡中线以西的空域。蔡总统强调，强军了台过程，国军全程半飞监控。广播是公布咱 F-16惯弹升空后半飞监控风力的相片，强调规工监控台海安全，请咱国民众放心，因为正是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时阵。军事专家认为，中国的军事动作是有出口转内销，转移各界对疫情严重的注意，也有出口转内销的一种需求。而且以军方来讲，面对这种疫情发生的时候，多半希望部队加强演训，然后避免在营内造成相互的干扰。军事专家强调，为大选结束到今，强军已经3度军机了台，尤其伫2018年以后，加强执行远海导航训练，真正的目标其实也是针对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群，除了恐吓台湾，向美国示警的意思真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花莲一间真出名的冰店嘉兴冰果室，初10中昼发生火灾，有5位工作人员受伤，其中有3个伤甲真严重，就连66岁头家也等来急救。发生火灾地点是冰店后壁的工厂，这个工厂的所在，不过伊是违章建筑，县政府早伫去年就辅导因搬线，不过还未搬走就发生火灾啊。厝的后壁导火，乌烟呛起来天顶。花莲真有名的老店嘉兴冰果室后壁的工厂，中昼的时阵发生火灾，警消接到报案了后，出动25台消防车来救援。除了伫涂骹，空气机嘛翕到厝顶有真侪消防员游水线伫抢救。可能是他们自己再去违规使用，所以我们事后会来做详细的一个查证、依法，如果有违法，我们依法来采取。因为工厂是铁片厝起的，无法度控制火势，所以经销吊怪手把铁片厝拆掉。冰果室的工作人员嘛，赶紧把其他的家私桶搬离开店面，才袂去影响到火势。火势伫咧下晡2点20分爆发。火灾发生的时阵，店面虽然有营业，不过人客拢顺利走出来。5位受伤的人拢是工作人员，4个人送去主治，1个人送去门诺病院。主治医方指出，伤势上严重的是66岁姓余的头家，目前插管急救当中。来的时候马上就帮他们插了管，他现在都会进入僵病。生命有危险吗？当然有。发生这样意外的火灾啊，但我们也跟这个冰店的小老板也沟通过，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产业移到合法的这个厂房用地去。这间违法的铁片工厂平常时除了放礼崩节的原料以外，嘛有放冷藏的小杯甲纸箱仔。花莲消防局证实冰果室敢若登记餐厅，过去消防安检拢无工厂的相关记录。县政府向公所去年嘛已经辅导冰果室计划买地来搬迁，不过还未搬出就去拄着意外，工厂是安怎会熊熊导火，搁要等待调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去年12月14日半暝啊，台南玉井真理活动，互一个21岁查甫人放火，造成7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检察法院判伊死刑。检方调查，这个共放火查甫人捌带过活动，却因为甲活动的负责人的后生发生纠纷，想要登去大雪phòng拒绝，就甲活动放火，害到7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伊声声句句讲，伊是受人所逼，完全无悔改心。检方也依照放火杀人罪改起诉，请求法院改判死刑。讲到2020年的台湾灯会车杯伫后里开幕，台中市政府伫后里心灵园区的正边有设规区卖食的，本地希望有300担入去内面摆，不过情形是真歹，主要是伫咧天空步道的下面，开发商违法甲台糖租土地，互人摆担。这个土地是公园主题用地，已经互台中市政府还两届，想袂到业者也无拍算要停。台中市警察局人员来违法的企业，店头根本唔知影讲家己是违法摆档。所以他还没有跟你讲说这个，还没讲，都没讲，嘿，对。说给你营业时间都是差不多。对。我跟你们说要终止租约了嘛？目前没有消息。70外单位入来无到一半，啊，毋过也是有唔知影的店头伫咧做准备。现在要让你们知道一下啦，你们可能我看你们又再重新再施工。这一块是不能工作、不能营业的。业者表示，家己是甲朋友做回来台中做生意，当初是甲业者签约的时阵，唔知影讲这袂当摆搭，即卖已经请员工了嘛款落啊，真烦恼讲全部去了。要请员工跟住宿，还有一些食材的方面啊，毕竟会有是签约啊，所以是合法的啊。没有想到的话，中途停止的话，就是会造成这样的损失啊。啊，毋过就算开发公司对车牌开始，已经互台中市政府稽查3届，以违反多计法，连续开发2届各倒班，业者也是继续伫挂招租的布条，完全无顾台中市政府禁止摆档的禁令。对这个代志，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开发公司目前租予店头的地，算是后二段的主题区甲儿童游乐场的用地，袂当摆档。若是佮讲袂听，除了开发业者买处罚地主，也就是台糖公司。那持续如果今天、明天、尔后还是没有的话，我们还是会再连续的开罚他们。前2次的话会依据出租的人，那第3次的话就会针对我们的土地所有权人来开罚。啊，若是敢会达到断水断电强制拆掉，警法局、都法局等等的单位也搁爱研究。啊，若是伫咧台湾电会文心心灵园区4块庙的店头，伫家己厝里门口直接做生意，有家己伫摆大毛出租的。台中市警法局表示，若是无去影响到交通，虽讲无合法。啊，毋过兼顾地方的关系，未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正咧推动用农地做太阳能发电。最近所有民众反映讲，附近的供电厂改用电子炮伫咧关鸟啊，而且迄边的声音真噪耳，居民拢困甲袂安稳。屏东县政府也表示讲，目前正咧调查，也因为这个噪音毋是小连续的，无法度甲因开发，敢若会当甲因改善而已。太阳能供电厂伫调查内底，其中一个有亲像彭明琪的阿爸，住伫供电厂对面的庙祠主持，指控电厂完工了后，好亲像为着赶鸟啊，这阿爸半暝常常发出真大的炮声。就亲像人咧放烟了，煮最后就只嘣，安尼啊大声啊，安尼若放炮的声音较脆声，这个声音较软声，但窗仔门会震动。屏东县政府推荐太阳能供电，表示这类摆设无确实降低太阳能板发电效率，可能因为附近农作物有赶鸟的需求，不过也是第一摆接到供电厂噪音投诉案件，才甲厂商沟通。只要是非属连续性的音量，在噪音管制法里面是无法进行有效的数据量测，请厂商协助针对电磁炮这个可能发射的音源的设备来进行拆除或降低音量的措施。迄鸟拢落了，拢讲落了，啊，都听敢有捌听头啊声。不过附近其他住户表示无听过，也咧要目前是猪仔成长期，为了避免盗鸟来盗，有的农民半暝会放炮啊、赶鸟啊。官府强调会查明噪音来源，若是电厂造成，未来也伫申请核准时关制噪音设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
武汉肺炎的疫情伫中国甲香港是小媒体。根据着中国媒体报道，武汉的精神卫生中心发生伫院内互相传染的情形，伫天津也发生群聚感染，有一个地区就35个感染者。另外，伫香港也有家族啊过年期间做伙食饭，19个人内面就10个人受到感染。根据中国新加坡报道，武汉肺炎疫情退烧到天津，到16点，天津拢总累计94例确诊病例，其中保地区达到35例。早伫初二，天津发布出现5确诊案例，当地疾控中心发现病例拢捌伫同一个所在的百汇大楼活动。5天了后，发病人数增加到23人，当局认定是组织性病例，为此隔离将近1万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静下来，隔断病毒传播的途径，绝不能让保底的百货大楼变成武汉的海鲜市场。另外，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爆发院内感染，至少有50名的病人加30名医务人员确诊武汉肺炎。香港防疫人员找到前往自家产样，一名24岁查甫人甲外妈确诊武汉肺炎，经过调查是正月初二参加家族团圆食火锅，其中2个人为中国港人来。初三下昼港府举行记者会宣布19名成员，各增加1例确诊武漢肺炎病例，累計攏總10例。第37宗個案呢，就係之前較早前第27宗嘅屋企人嚟嘅，咁佢喺1月30號開始發燒、咳同埋有流鼻水啦。到初十下晝，香港已經累計38例確診病例，大概1193人接受檢疫，不過有9個人並無全程點佇強制檢疫居所，其中2個人聯絡未到，警方已經發出通緝令。記者綜合報道。英國有一間氣體分析嘅器材公司，日前喺新加坡舉行一場國際商務會議，一寡來自世界各地嘅員工有要幾百人，其中所有7個人去感染到武漢肺炎，是因為有一位英國人來會議進前去法國度假碰畫到，結果來傳染予這7個人。英國氣體分析機器公司富士美1月20日喺新加坡君發酒店舉行3天嘅國際商務會議，有94名來自各國嘅員工參加，其中1個人來自中國武漢，有真濟人會後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包括3名新加坡人、2名南韓人、1名馬來西亞人，加1名英國人。而這個英國人喺回國進前，先到法國阿爾卑斯山觀光小鎮度假，地屬英國、法國、西班牙，至少增加7名確診病例。We have said, obviously from the beginning, we said that we thought it was likely we would get some spillover cases from China in the UK, and we expect we will probably get some more cases in the future. 這個英國員工是英國第3件確診病例，歐美媒體形容伊是超級傳播者。伊去阿爾卑斯山小鎮時，捌甲11個英國人大做伙，造成其中5人被感染，其中有一個9歲查甫囡仔，當局已經宣布關掉當地3間學校，並為所有居民做病毒體檢。捌甲查甫囡仔有近距離接觸的學生優先接受檢驗。Très proches parce que ce sont des amis, parce qu'ils travaillent ensemble sur la même table, parce qu'ils ont fait qu'ils ont eu des moments de contact étroits et prolongés. La priorité a été donnée aux contacts les plus proches, aux enfants symptomatiques. 新加坡當局宣布，這邊爆發應對系統警示級別提升到第2關的監視，加等於30共款點擊，造成民眾影響。想買民生物資囤貨。新加坡很少，只是這次啦，應該是這次比較會嚴重，因為現在的新加坡人，你知道，他們一聽到什麼話就很緊張。新加坡的確診病例增加真緊，到初9有43人。當局也證實，目前有3個群組感染地點，包括君發酒店。WHO 歡迎參加新加坡會議員工被圍繞了後回國，強調地區病毒在全球真緊擴開，目前正甲各國衛生部來聯絡，展開跨國調查。另外，亞洲上大規模航空展新加坡航空展會為11開始如期舉行，目前有超過70間公司，包括美國武器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宣布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不要參加。在意大利每年吸數百萬旅客去威尼斯嘉年華，今年受水災加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人少真濟，觀光業大受打擊。記者綜合報道。
南韩政府也宣布讲，那阵因为防疫爱互隔离超过14天的人，一户大约会当摕到大约31300块的补偿。另外，每一个国家针对着爱隔离的人，拢有无同款的待遇。有人讲是亲像度假，也有人讲伊家己是真轻松。伫咧台湾时间7日透早，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当日举行。南韩的电影《寄生上流》入围6项的奖项，毋但摕到最高荣誉，也正做第一出毋是英语片的最佳影片。这回也共摕到4个真重要的奖项。Parasite. Bong Joon-ho. 寄生上流初稿改写奥斯卡金像奖的历史，毋但成为第一出赢得最佳影片的非经济电影，也佫得到最佳原创剧本奖，甲最佳外语片改名的第一届最佳国际电影奖。奉俊昊摕到最佳导演，成为李安了后阿导演的第一人。 오늘 할 일은 끝났구나 하고 이제 릴렉스하고 있었는데 가장 개인적인 것이 가장 창의적인 것이다. 그 말을 하셨던 분이 누구였냐면 이제 책에서 읽은 거였지만 quote was from our great Martin Scorsese. So 球头毛的奉俊昊才拍甲第8出电影，就得到奥斯卡导演奖的荣誉，得到大卡前辈马丁斯科西斯比赞而入。寄生上流探讨好野山社会阶级的问题，产出一家伙仔用尽心机，寄生到好野人头，为了求生存，典系人性性格恶。欢迎当前全球关注社会公平议题，甚至突破外语电影荧幕下面迄个字幕的障碍。 加上公关造势成功，伫国际影展连连提奖，累积1.6亿美金的票房。奉俊昊希望无偌久的将来，电影不再区分敢是外语，毋是英语片，得到最佳影片，袂过是成为大惊小怪的话题。 골든글러브 때도 그 1인치 배리어에 대한 얘기를 하고 그랬었는데 어떻게 보면 그 소감이 약간 이미 좀 그때 때늦은 소감이 아니었나? 이미 장벽들이 부서지고 있는 상태였고 뭐 유튜브나 스트리밍이나 여러 가지 우리를 둘러싼 모든 환경이 또 뭐 인스타그램, 트위터 우리 모두가 이미 연결되고 있고. 寄生上流之外，本届得到上侪11项提名的小丑仔主角，华昆菲尼克斯就像外界有了摕到最佳男主角。影后是由演出好莱坞大名车朱迪加兰传记电影的瑞尼奇维格摕到。男名车布莱德皮特伊以前有一个好莱坞摕到最佳男配角，这是伊第一座奥斯卡的金鸡奖。婚姻故事女演员罗拉顿是赢得女配角奖。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巴基斯坦，因认为讲饲一寡野兽会当代表因的身份地位，想袂到一寡百姓家也开始饲一寡虎啦、狮啦，甲因饲伫厝里的篮仔内，毋但违反法律，这也是折磨这的动物，甚至人会可能有性命危险。巴基斯坦第2大城拉合的人口真济，互人无法度相信。我甲真近的主题区内底，有真侪人甲野兽当作宠物来饲。驶甲白色的虎顶顶真罕尼看的动物，长期去用关伫咧厝背顶的铁笼仔。画面内底只只干那4个月大的白色的狮仔囝，是24岁大学商科的学生和牧师的新宠物。 I've always kept pets, dogs, cats, and then one day a friend bought a lion, and that made me want to get one too. The first one I bought is from Africa and is a sandy color. Then I liked it so much I got another one, a white lion this time. 伫咧当地买狮仔囝介绍，一只爱新台票超过13万，和牧师甲因朋友甲所有欠落来的钱开落买，而且就饲伫咧楼尾顶，当做猫甲狗共款来饲。平常时管理员负责照顾即寡狮，虽讲伊看起来真镇静，毋过伊家己嘛讲，面对野兽的时阵，也是爱提防。伫咧巴基斯坦饲野兽、狮甲虎，最近这几年是真流行，嘛互买卖野生动物的不少生理人趁真侪钱。有一个真有名卖动物的生理人。 甲伊饲大只的狮辛巴，佮变做是经小的网红，毋但会使伫镜头前感情真好的头壳头，替伊洗到热毛，而且佮赛车去街仔路佚佗的画面，引起网络伫咧笑，嘛因为安尼鼓舞即款饲野兽危险的风气。It's like a member of my family. He stays with me in my bedroom. 亲身来哈桑伫咧巴国第1大城克拉池郊区的车花厝体，辛巴已经完全去互驯化，毋但有真大的鼎会当活动，享受主人摕来嘴边的好食肉，日子是过甲真尊贵。It's a profitable business if you manage it right. You have to look after the animals, love them, and give them the space they need to live, big cages and food. You have to look after them, give them medicine if they become ill.
敢若伫咧克拉区，上无已经有300外个普通市民饲即种猛兽来做宠物，毋过即寡人厝内环境无一定，厝内顶个空间真小，卫生条件嘛拢真歹。论真来讲，野生动物根本就无应该非法进口摕来做宠物，毋过相关法规无啥物约束力，公权力嘛对即款状况加做无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影响到真济产业。行政院针对大市区的方案，在今仔日进行讨论。金价甲被补助的产业是由各部会去评估。另外，国民党团也提出纾困条例草案，希望比照SARS迄时的纾困条例，编列500亿的特别预算。武汉肺炎疫情严重，行政院接集各部会，针对纾困方案内容，就交通运输、观光等产业所受的影响，甲补助金额讨论。根据了解，内容可能提供交通业者燃料税优惠、观光业劳工培训补助等，无排除第13个行政院会讨论，决定了后，交由院长苏贞昌来决定。不管是纾困的内容，或者要不要以定特别条例、编定特别预算的方式，我们现阶段都还在讨论当中。有任何的方向以及具体的结论，院长排版之后会尽快对外说明。国民党团提出纾困条例草案，希望比照过去SARS纾困条例，编列500亿特别预算。草案有6大重点，除了防疫人员补助甲津贴、观光等产业纾困，也互防疫照顾家庭有法源依据。希望能够授权政府有500亿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能够对于受影响的产业相关的民众提供协助纾困。纾困方案跟纾困条例是2个不同规模跟层级的应对方案。第一判断还是要回归到行政院，问他们说：你们预算现在够用吗？虽然民进党团态度保留，不过国民党团强调，在野党有同款的想法，希望有特别预算，也呼吁14个条野协商，赶紧定出开议日程，赶紧予条例通过。行政院表示，是不是制定纾困条例？行政院目前是态度开放，也尊重国民党团的提案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也让民众较无爱去外口买食的，也真侪企业取消食春酒的活动。农委会也针对5大禽畜产品，包括猪、羊、鸡、鸭、加鸭卵，呼吁产业团体家己爱减少产量，来防止物件伤过济，害价小崩盘。国内平均每礼拜杀180万只的土鸡仔，不过拄着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鸡农认为讲一定要大幅度来减产。顶礼拜农委会甲产业团体开会，呼吁土鸡仔减产9.09趴。鸡农认为讲这是正确的方向。经济活动停住的话，对咱农产品是真大的杀伤力，所以政府的呼吁是正确的。如果大家咧会当减3成咧，来共同度过这难关咧，对业者伤害应该会较少啊。武汉肺炎疫情造成消费减少，鸭肉嘛去受到冲击。饲鸭的协会指出，包括供应餐厅的北家鸭，还有未去传统市场的番鸭，已经减少2成至3成的需求量，建议先减饲300万只，后手再看疫情的状况来调整。国内本身的消费也低，然后外面的人又通通没有人来，当然就去了啊。会到什么严重的程度，还是要到时候才知道啦。现在你说谁知道？都没谁知道。除了鸡鸭，农委会表示，猪、羊甲卵鸭嘛需要自主减产，幅度拄3%至9%不等。我们这一个部分的调整是先期的减产，因为我们不需要等问题发生了再去做减产，那已经来不及了。农委会指出，最近大家拢较无伫食外口，农产品卖的状况是减真济。即马这个阶段上主要减产目标是鸡肉甲猪肉，无共的产业初步的设定减产的幅度无共，会对疫情的变化滚动式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国内出现头一个无出现症头的武汉肺炎感染者，有专家也讲，武汉肺炎上新的研究可能是藏伫身躯内面24天拢未发作，发烧煞变作毋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不过，咱国内的公共卫生学者也建议政府讲，爱甲发烧的隔离标准列出来，也提醒大众爱有周全的防疫计划。
武汉肺炎去年底开始伫中国传出病例了后，疫情继续伫全球摊开，后来佫开始出现头一个无症状确诊案例。中国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上新研究也指出，武汉肺炎暗伏期会当达到24天，不排除是超级传播者。如果他无症状，病毒量又中量或高量，然后他这种人最容易传。如果他无症状，病毒量很低，这个是相对上是安全的啊。所以我们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区分出无症状的人各这两种情况的比例各占多少。也有学者指出，虽然确实会当降低被传染的风险，也毋过毋是唯一的方法，常洗手也是非常重要。另外，因为中国各地陆续开工，公卫学者也提醒要有带伤防疫计划。助力下降就是目前延缓这个疫情最有效的。我们的公司在台湾，工厂在中国的，你决定要派他去了，那你要保证要做一件事情。保证他感染生病有适当的照顾。这波武汉肺炎疫情，中国当初发表41名病例报告显示，其中9成发烧的人，大约2至3成的体温是伫37.3到38度之间，所以定出体温37.4度，就算是发烧隔离的标准。学者建议政府重新考虑发烧标准，敢是要下修到37.4度，避免有落高的人。国这次的这个论文是1月份才刚出来的哈，今年的1月份才刚出来的。这篇论文呢，他的建议，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发现就是36.4度 C， 所以我们在讲说36.4度 C 加1度 C 就当作是发烧，这是37.4度 C。医师提醒，武汉肺炎的致死率虽然比 SARS 低，不过传染速度较紧，未来不排除演化成像流感同款的传染病，民众千万唔通疏忽。记者综合报道。伫民国49年开通的中淮公路，今年已经抹60年啊。公路总局永工处邀请40年前抢修的工人，以及着地方人士加健行队做伙来参加访谈，也甲访谈的内容做伙写做一本册，甲大家中淮公路记忆写做伙。一张古怪相片记录真济4、5、6年级生少年时的回忆。为民国48年到88年之间，每年校外校热，拢真侪学生参加中淮健行队，一年有将近100队，差不多2万人参加。一直到88年921地震了后停办10年，伫98年复办后，也转型成做全家参加的健行活动，未少人全家大细来体会当年的中淮健行。中原最多人回忆的地方，寒暑假都1万人去走，40几年下来，多少人的记忆在上面。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帮助，认识到说人与人之间最可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中环公路贯穿分界台湾东环甲西环中央线面，由当时经过高关梨山、大武岭到花莲。921地震后，高关到德基路段还较真严重，道路养护员常常接到石头落落来通知，都要加班抢通道路，让大家安全的通行。接电话就去撸啊，迄当40-50台了。有安全的问题。安全啊，有的算讲有囡仔啦，啥伫啊袂当过来。把以前从中横开垦的一些耆老，在这条路发生的点点滴滴，包括人物、事物、景物，甚至有一些发展的一个比较有感情的一个事物，都把它透过这个座谈会做一个汇集分享出来，然后事后我们做成一个60周年的一个专书。民国49年开通的中淮公路，今年就要满60年。公路总局永工处邀请40年前的抢修人员、健行队甲地方老人来访问，希望留着历史见证，佫出册，共同记录中淮一家族的因事物。记者综合报道。东亚奥运在今年7月要来举办，嘉义县有少年农民招其他的少年农友成立协会，用科技方式经营精致农业，也得到国际肯定。外销去到日本，有机会伫东亚奥运互众人食到。用火力改装的采收车，互原本的产量增加4倍。同时，采收落来的青花菜也袂因为参加热影响品质。佮利用无人机加 AI 数位辨识方式去算产地数量，同时控制品质。用多光谱去标定这一颗青花菜的位置跟它的大小，以后就可以以这个影像的面积大小回馈到重量的部分，就可以去预测我这个田区单位面积的产量是多少，然后就可以做一次性的采收，就不会受到后续相关的还在做一些病虫害的防治的影响。
二期稻仔收了后，嘉义县农民第期承租11公顷土地种青花菜，虽然是露天的方式来种，不过拢有得到国际认证，会透过冷冻加工的方式，希望引进一当家奥运食材供应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内市场是一个比较浅盘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要设立一个门槛的部分去做一个差异性出来，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 Global Gap 的验证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验证的机制之下去做一个外销导向的青花菜的生产。青农团队组成协会，发展经济农业，运用科技技术降低成本甲时间，同时强化品质甲产量，希望让在地生产的高品质菜色有机会伫国际市场出名。记者综合报道。甘愿放弃真悬的薪水，甲老爸做伙做田种水果的少年人有偌济个？咱做伙来看优秀的青年苦东阳的故事。接着农业楷模的改变，原本伫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柯东良，5年前登去台中担主来帮助爸爸做伙经营草莓园。伫台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硕士毕业伊，嘛发挥伊的专长来起一个高级的梦室，解决只要落雨草莓对受伤的困扰。草莓它生长就是每一颗都是垂挂式的，那不像那个地面上就是那个尖尖的那种棚子似的。那下雨的话，它就不会粘在那个棚子上粘着，然后水泡着就容易烂，那就可以克服那个草莓烂果的问题。柯东良嘛伫过境园内底饲拍来帮助人花，对伊来讲，种草莓的工作时间是比上班较长，工作嘛愈较济，也毋过伊个真享受这种生活。我早上6点多我会开始巡园，下班是6点了，准备隔天要用的东西，所以大概到晚上休息，大概是到8点9点。他就这么的认真，农会任何所有有机会能帮忙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柯东良的爸爸真高发财，嘛捌得过新农奖，所以互叫做草唔知的教父。为因爸爸的经验传承，佮加上本身的专业知识，柯东良希望未来会使推出有家己品牌的草莓新品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东势林场，伊的花已经开超过5成，真侪人拢来遮看樱花，阁有温泉通好浸脚，实在是真舒适。粉红仔色的山樱花开甲真水，另外一片亲像是世间款的李叶花。台中东势林场的花已经开超过5成，赏花阁有温泉通浸脚，游客拢耍甲真欢喜，嘛感觉真舒适。就很长得跟老师一样漂亮。像它的泡脚温泉可以就是舒缓你的那个走路嘛，那樱花跟梨花也可以让你舒压，对，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吧。是这个有斜坡很陡可以去做一些运动，还有看美景。今年气候稳定，正月阁有冷气团甲雨水来斗相共，樱花开了真好，无同款品种的樱花陆续开花，规山头拢真闹热。今年的樱花跟梨花的花况目前在东势林场开了将近有5成左右。因为我们的樱花里面品种又分了好多，目前先登场的是山樱花，那接下来会有八重樱啦、悔寒樱啦、红粉佳人啦、吉野樱，所以陆陆续续的它一直绽放。当时林场嘛安排真侪活动，互游客赏花、浸温泉，阁通做花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的分园有一个流传上100年以上的迎天公仪式，当咧向文化部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希望分园的迎天灯会通继续流传100年。天顶天公地下保固讲，千算万算唔达天一话。一寡谚语也表示讲，玉皇上帝天公伯啊是天下间上大的神明。正月初9，天公祠伫彰化的分园有一个将近200年高角头迎天公的仪式。有景嘛是一个盛会，我接到这个落水以后，人事拢真顺家庭嘛真圆满，身体嘛较好，所以这个传承咱爱继续甲推动、甲流传落去，互咱这第年100年的历史会再更加发扬光大。认真的队伍全部是要来迎天公的信徒。今年是分园角要过路予顶拿角，信徒也聘请顶头来到热烈。
当地庙宇也出桥做回来游景，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100多年来传统，是咱地方一大盛事。由咱云林北龙市到角头轮流迎天公，一年起马，一年落马。起马就负责来咱北龙市这个恭请天上圣庙。这回迎天公的活动，分园保障师也特别制作水香旗，让信徒会当举香旗对神明绕境。也因为下回要到这角头上久爱等81年，大家也把握到这回机会替神明服务。分园乡公所也特别配合相关的活动，也当地向文化部申请做无形文化资产，希望分园迎天公会当继续流传100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仔载台湾各地头以及着澎湖、金门、马祖是侪云到好天，伫东部、东南部的所在，有的所在是局部阵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0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带恁来到看鹿北因走小肉，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